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国馆地势险峻，有水墙、有溪流、有大粒的岩石，有真侪登山客拢真爱去遐撩溪挑战。但是安全的问题一定爱真斟酌，因为离迄个所在一旦若受伤，需要救援困难度是非常的高。咱就来看这个救援的过程有偌尼啊艰难。 救援人员伫咧山壁，甲栽落去水墙的查甫人救起来，伊的大腿关节受伤，疼甲无法度行路，互固定伫咧桶架掉落来。救因的所在伫咧台中国馆石门溪，这个水墙真错流，四处位啊拢是大粒石头。救援人员哪有手啊，哪水骹步，因为石头实骨骨，若是一个无水，就可能拢会栽落去溪啊。这个地势较狭，为通路嘛真歹行。 铁线吊桥嘛，敢会当一个人行过。一定要记录起来，这个真的很可怕。铁线吊桥受过下，一个人真歹行，桶架愈歹滚过，所以叫直升机到支援。直升机伫咧空中飞，却因为乌天暗地，细三连拢无法度吊挂。救援人员敢会当守护伤者伫咧山顶生火过暝。那无奈因为天色雾难，那本局就立即在 就地扎营，那等待明日天气好转时再行调化。调伫咧山壁获救命的查甫人是和另外4个朋友组一个队伍，来到国馆撩溪。国馆地区的地势较狭，抢在城真侪爬山客来这挑战。去年11月，伫咧国馆的七中溪水墙，当时一个领队经过水墙要抗壁时，器材敢若因为机械害去卡掉咧，掉伫咧25公尺悬的山壁，掉7点钟，互救援人员嘛歹救人。 这摆嘛是同款的情形，撩溪卡山壁，直升机搁一摆出动，争取时间，希望会当紧甲爬山客救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